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，今天是2025年9月18号。这一期啊，咱们聊一聊这个清欠，聊一聊三角债，聊一聊应收账款。咱们从去年就说啊，今年啊应该是应收账款暴雷之年。这个当然了，我们也没有什么数据啊，说就能验证这一点。我们只能说啊，从这个基本面去判断。为什么有这个结论呢？对吧？你这一轮经济啊，滑坡或者叫低迷，它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房地产低迷。房地产低迷那是因为恒大暴雷是标志性事件，那恒大暴雷对吧？然后融创、碧桂园这些巨无霸全部暴雷，也就是它很多债务它还不了。恒大是2万亿，对吧？融创、碧桂园有多少啊？所以这房企啊，这债务是个天文数字，但是它还不起啊。现在他们要债务重组，那都是啊叫权宜之计。那这么天量的债务都是谁的呢？冤有头，债有主啊。那恒大暴雷对吧？到现在已经4年了，这些债主有的已经扛不住了，对吧？有的已经这个破产倒闭了，破产清算。那有的是苦苦支撑了4年，所以我觉得啊，差不多现在就是暴雷之年，也就是说没法再支撑了。当然我说的是房地产啊，那实际上这个欠款啊，你要倒的话，倒到源头啊，恐怕欠款更多的是地方政府，就是地方政府下面的这个融资平台或者是国企，他们欠的钱恐怕是更多。恒大、碧桂园他们欠款，下面这些企业还可以起诉他，还可以采取法律措施，但是对吧？地方政府控制下的这些城投啊、融资平台啊、国企啊，你民企还不能起诉他。前不久啊，这个外媒不是传言吗？政府要拿1万亿美金，也就是拿7、8万亿啊人民币，要支持这个地方政府去清欠。那么今天啊，财新网它有篇报道，叫金融支持清理企业欠款，就是清欠呢。央行引导18家银行向地方国企贷款，这个也就是部分的验证了啊外媒的这个传言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？就年纪大一点的恐怕有印象。我们上一轮这个三角债啊，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也叫清欠，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三角债啊，导致企业都不能动。三角债之后就出现了国企大下岗分流，或者咱们这么说吧，你就把这个三角债当做这个某一个经济危机的前兆。当三角债解决不了的时候，后面对吧就会爆发这种比较激烈的破产、裁员、清算。那现在你看啊，政府又开始清欠，清欠就是清理三角债，一个意思啊，你欠我的，我欠他的，然后他又欠银行的。我们看看财新网怎么说的啊？他说，近日农业银行许昌市襄城县支行称，为全面推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行动，该行积极对接政府清欠专班，梳理本地清欠企业台账，逐户进行资质信用、偿还能力等情况的综合评估，精准识别并对接目标客户，最终于9月8日为某拖欠主体审批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，并于近日完成首笔500万元的投放。财新了解啊，他说这是央行引导全国18家商业银行向国企以及融资平台等4类单位提供贷款，支持其偿还拖欠的企业账款最新案例之一。地方政府和国企拖欠账款，令本就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。为此，近年来国家层面已部署多轮覆盖全国或重点领域的专项清欠行动，推动拖欠账款清理，缓解企业困境。央行2025年年中召开会议时，对清欠工作作出部署，之后出台了关于商业银行支持清欠工作的方案。后续各家参与商业银行又在此基础上制定各自的执行方案。一位大行人士表示，多家银行分支机构人士告诉财新，近期已收到总行下发的具体方案，正在积极推进该项业务。业内人士向财新介绍，2024年工信部曾牵头制定了一份清欠清单，将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地方国有企业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6类主体纳入重点清欠范围，要求6类主体对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各类欠款进行登记，据此形成630拖欠账单主体清单，也就是630清单啊，并要求清单内的
欠款尽可能偿还。说之所以由工信部牵头，是因为这些欠款中绝大部分是对中小微企业拖欠账款，许多企业之前因承接政府项目后未能按时收到应支付的合同款项，导致经营陷入困境。多位银行人士告诉财新，2025年年中，中国人民银行就加力推进清理企业拖欠账款工作，召开会议部署，对于差额拨款事业单位、自收自支事业单位、地方国企和融资平台公司这4类自负盈亏单位的历史拖欠账款，由中国人民银行鼓励商业银行在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下，通过发放商业贷款的方式协助解决。财新了解到，全国范围内上述4类单位涉及欠款总规模 1.8万亿，而这4类单位之外的拖欠账款，如政府部门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欠款，则由财政兜底，由政府来负责解决。本次清欠工作总体时限设定为3年，计划2027年6月30日前全面完成。工作将按年度逐步推进，并优先清理小额欠款，要求单笔金额在50万元以下的欠款尽量于2025年9月底前清理，也就是这个月底啊，50万以下的全部结清。总之啊，当政府大力清欠的时候，实际上说明经济已经到了一个瓶颈，就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了，没办法，分成2块，一块是政府机关，就全额拨款的这些单位，那是财政拨款嘛，所以说这些单位欠的钱由财政兜底，必须解决。还有那些这个自负盈亏的单位啊，对吧？国企啊、城投自负盈亏的单位，由商业银行给他们借钱，让他们去还那些应付账款，给他付掉。现在问题在哪儿呢？问题是商业银行凭什么要给这些国企给钱呢？也就是说，商业银行借钱给国企，他是必须得有这个风控啊，就他的钱他得保证能收回来。那国企能欠下面的钱不给，说明他没钱。那银行把钱借给国企，国企到时候没钱还给银行，不一个道理吗？而且这个银行借钱给国企，那是要利息的，国企还得给利息啊，你借2年3年。但是国企欠下面供应商的钱是不用付利息的，对吧？他欠人家1个亿，不仅不用付利息，过2年之后还能打折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个国企不仅到时候不能还这个本金，他多出利息出来了，这债是越花越多啊。所以这个财新网说啊，他说银行贷款谨慎落地，对吧？这些国企连应付账款都付不起了，你说哪个银行愿意贷款给他们？如果他资信良好的话，他不给下面付钱，那说明这个国企坏呀，是不是这个逻辑啊？业内人士告诉财新，此次参与清欠行动的商业银行共18家，主要包括6家国有大型银行以及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，但不包括国开行、进出口银行和农发行这3家开放性政策性银行。一位大行分行人士向财新解释，在此项政策出台前，企业使用流动资金贷款偿还日常经营所产生的欠款，如采购商品、服务等，问题也不大。新政策突破的一点在于，允许企业将流动资金贷款用于偿还因项目建设而形成的欠款，如工程款，这在过去是禁止的。不过，说流动资金贷款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。此外，该贷款需要专项专用，贷款资金需要受托支付给被欠款的企业，防止形成政府的2次占用。也就是说，这银行也不傻啊，银行给你的钱，人家直接就通过你走你的账，直接就给到这个你欠钱的企业，也就是钱不在你手上放着。我理解的是这样子的啊，比如说我是工行，下面这个国企啊，对吧？欠某个民企1个亿，那个民企啊又从工行贷款了1个亿，对吧？那这不3角债吗？还不了吗？那你这国企不给那个民企还钱，那个民企他也没钱还给银行。那我是工行，我一看那行，对吧？我现在给你这个国企放1个亿贷款，然后这1个亿我要你定向直接就付给那个民企，那个民企呢我让你定向直接就还给我。对工行来说，他还是1个亿，对吧？现在这个1个亿从那个民企头上挪到这个国企头上，不就这么个事吗？他也愿意3角债就赚了一下。我估计啊，银行恐怕就是爱干这种事。但是这种情况多吗？这么巧的肯定有，但是不会太多。有很多民企啊，它并没有那么多的银行贷款。财新注意到，近段时间已有大行落地了清欠账款专项贷款，例如7月下旬，工商银行湘西分行走访对接州工信局及清欠工作专班，迅速组织信贷前中后协同会商，聚焦清单内主体，坚持一户一策，制定金融支持清欠工作路径图，最终为630清欠某企业发放480万元清欠贷款，投放湖南省金融系统首笔清欠专项贷款。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啊，他这个480万一定是这个钱下去之后啊，最后又赚回银行了。想着把这
债挪了一下。所以说现在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比如你这个民营企业跟银行有贷款，你还不上，这个账快要成为不良了，那银行就会找你，你上面有没有国企，有没有地方政府，有没有融资平台欠你钱？这个民企就说了，想了一下，对吧？哪个国企欠我200万？好了，银行就会去找这个国企，说我给你借200万，然后你把这200万还给那个民营企业，那民营企业把那200万就还给我了，还给银行，就这转一圈，本来是民营企业的这个贷款变成国企欠银行。财经网说啊，济南工行称，近日落地全省除青岛首笔清理拖欠账款专项贷款，标志着金融支持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。该笔资金精准注入某省属企业，既缓解了受偿企业的现金流压力，更通过银政企协同机制创新，为济南市清欠工作提供了可复制的金融解决方案。不过，多位银行人士向财新指出，虽然有政策支持，但实际能落地的贷款笔数预计有限。就是我刚才说的吧，那么巧的少啊，那就所以笔数有限呢啊。如果国企的欠款是市场化行为，还是可以的，但问题是，目前很多国企名下欠款，大部分是国企代建政府项目形成的欠款，穿透之后可能会变成新增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。在当前化债政策下，这是不容许的。前述股份银行人士告诉财新，尽管有政策支持，但商业银行还是要按市场化、法治化的原则去投放贷款，尽职调查责任还在银行，这样就得一笔一笔业务去看。目前第一轮摸排过去，感觉能做的比较少，主要是有些企业自己没有收入，当时可能是给政府做一些公益项目，这样没有还款来源就比较难做。一位大行东部分行人士告诉财新，有很多这个国企的纯粹就是替政府背锅的，那这种你没有收入来源，那银行给你放款都没法放，对吧？好歹你得写还款来源呢，你也没收入，你怎么还呢？他也不能说是政府到时候给他钱，如果政府给他钱，那就政府欠了钱，那又变成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又多了，那个隐性债越花越多。长期以来，部分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凭借其市场优势地位，占用了大量上下游资金，形成了规模可观的应付账款，就是我说的应付账款啊。而议价能力较弱的民营和中小企业则被动陷入账款被拖欠的困境，这在建筑业、制造业等领域尤其突出，应收账款暴雷啊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，近年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总额持续增长，2022年到2024年分别为21.65万亿、23.72万亿、26.06万亿。你看看啊，这一年比一年多，就是应收账款年复合增长率是 9.7%， 咱们 GDP 在 5%， 这个应收账款增长是 9.7%。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从52.8天延长到64.1天。2025年6月末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 26.69万亿，同比增长 7.8%， 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 69.8天，比同比增长 3.9天。你看啊，无论是规模还是账期都在增长，这就是三角债越欠越多啊。近几年清理企业欠款是国务院重点部署的工作之一。2023年9月，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行动方案。从各地公布的情况来看，多个省份都在以专项债券、政府财政统筹等多种方式推进清欠工作。比如内蒙古包头市昆区2024年使用6.789亿元新增专项债资金消化政府拖欠，福建龙岩市张平将5300万新增专项债券中的3980万用于政府投资项目尾款清偿，1319.59万元用于清理暂付款。2025年6月，多个省份陆续披露2025年预算调整方案中，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用途扩大，可用于偿还拖欠企业账款。这其中说这个湖南省财政厅披露，全省2025年获得新增债务限额1823亿元，其中1029亿元已编入年初预算，剩余794亿元则编入此次预算调整方案，其中包括转贷给市县的新增专项债券601.71亿元，分别调增市县新增专项债券重点用于项目建设的额度124.7亿元，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277亿元，解决政府拖欠企业账款200亿元。云南省预算调整报告显示，全省2025年获得新增债务限额1172亿元，其中专项债务限额955亿元包含用于项目建设的230亿元，用于
解决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的356亿元，用于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的369亿元。截至目前2025年特殊新增专项债已发行1.1万亿，此前安排的每年用于化债的新增额度为8000亿元。市场认为其余部分应该是用于清欠，也就是那个3100亿是用于清欠的。据财新从地方财政人事处了解，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可以用于偿还拖欠企业账款，这是2024年到2028年每年8000亿新增专项债用于化债之外专门安排部分额度，而每年8000亿元用于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门用于化债的额度中，也有部分是解决拖欠企业账款。除了部署加快清欠，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，要强化源头治理和施行惩戒，落实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长效机制。2025年6月1日起实施的修订版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明确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支付中小企业款项期限要求，增加规定大型企业应当自货物、工程、服务交付之日60日内支付款项，按照行业规范、交易习惯合理的约定付款期限的，不得约定以收到第三方付款作为向中小企业支付款项的条件，或者按照第三方付款进度比例支付中小企业款项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大家还记得吧？就是6月份工信部不是要求各大汽车厂商，对吧？主机厂商不要拖欠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的钱，对吧？要就是账期60天，这60天就这么来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。然后它规定了你这个企业你收到人家的服务，你收到人家的货物，你收到人家的零部件，开始60天之内把钱必须要付给人家。你不能你说我把我的货卖掉了，我的上家给我钱，我再给你钱，我的上家给我钱，我再按这个比例给你钱，这都不行。你看，这是国务院规定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。人家把货给你了，人家把服务给你提供了，人家是你60天之内就把钱得给人结。这个措施倒是不少，对吧？让商业银行贷款，刚才也说了商业银行给地方国企贷款也很难，没那么容易。就我刚才说的那种理想状况，把民企欠银行的钱挪到国企，这个也是理想状况，也就是那个国企它有现金流。如果那个国企都没有现金流，银行也不会挪，他宁愿这个贷款挂在这个民营企业身上，然后好歹他有抵押，对吧？他有抵押物在身上，当初放这笔贷款给民企的时候，他有风控措施，有还款来源。这个民企还不了，大不了最后，对吧？不是拿他的地，就是拿他的什么东西变现。如果你把这个贷款挪到国企头上，那国企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还款能力，那也很麻烦。所以说这个化债方案他人家已经说了，18家银行，这个6家国有大行，12家股份制银行都是市场化、法治化，也就是银行你要自己担风险，这笔钱你贷出去了，到时候还不了，你银行自己赔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银行它就一定会审慎，所以这种化债能化多少很难的，对吧？那每个银行被逼顶多做1-2笔给你看看，表示我也做了，那只能这样挑肥拣瘦的，对吧？做2笔好向上应付交差，他不会真去做，谁也不愿意自己去担风险。所以不管怎么说你看这个政府要到2028年清欠，这足以说明第一个是政府重视，第二个说明这个三角债已经非常严重到政府专门开会要出台这个，对吧？规章制度。但是对治理效果我们要保持一个审慎的态度。本来地方政府是靠卖地赚钱来还这些债的，突然地卖不掉了，这块收入没了，所以这个债它也没法还了，就这么简单但这个三角债越缠越多，越化越多，导致经济越来越难，流动性越来越差。实际上我是非常提倡出清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该破产的赶紧破产，越拖这个越对经济不利，长痛不如短痛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比这个恒大理财的投资者，他还有300万，如果你不破产清算的话，他总觉得他还有300万，他总想着还从恒大拿回这300万。有这300万，我就是有钱人呢，我是有钱人，我为什么这么辛苦呢？我没必要去累对吧？所以我就等着这300万回来就行了，我就想办法把这要回来。很多这样的人恒大理财，还有其他的理财，中植的，对不对？等等还有不是理财的那恒大欠他公益款，你不破产掉，大家总认为我还是有钱，我钱在那儿，我要回来我就是富人。你只有把它破产掉，他没了，300万的这个理财的就拿回来8000，或者拿回来1万，剩下的290万没有了，老老实实对吧？你该干嘛干嘛，该摆摊摆摊，该送外卖送外卖，该开网约车开网约车，对吧？你下游企业该倒闭倒闭，
反正你就回来这么点钱，撑不住你也倒闭，撑得住你就接着干。这个会有短期的阵痛，但是啊，咱们见底也快，见了底就要反弹了。经济就是周期性，所以我们现在很矛盾啊。一方面找不到工作，大家找工作非常难；一方面你很多工作他也不愿意做，对吧？你像广东啊，很多那个据说那蹬缝纫机的裁缝，还拧螺丝的，5、6千一个月或者6千一个月的，招不到人。好多人去在那一做，做个半个月跑了，吃不了那苦，对吧？一边是找不到工作，一边他有工作，很多人也不愿意干。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矛盾的。为什么不愿意干呢？是因为他还有幻想，对吧？他爸恐怕是外面还欠他爸好几百万，他爸还是个有钱人，就是没现金，对吧？他爸给他零花钱一个月都不止5000，对吧？曾经啊，那你说让他干5000的一个月的活，他不愿意啊。所以你就会看到，一面是那个人才市场，那是乌泱的人头攒动，红旗招展，是吧？人山人海；一边是好多企业是那个到处贴广告，高薪诚聘，很多工厂招不到人。所以等到这些啊，很多企业出清，很多应收账款清零，大家都各回各的位置啊，把自己位置摆正，这样经济就见底了。98年大下岗，对吧？98年很多企业破产，很多裁员，裁掉2/3，很多直接破掉，整个的裁掉。也只有这样之后，整个的三角债才清理掉，后面才会啊轻装上阵。某种程度上啊，98年大下岗就是当年清理三角债清到最后。我记得啊，我读过一篇文章，一篇报道，那个时候啊，互相顶债。怎么顶债呢？就是我欠你，比如说40万，我没钱给你，院子里有一辆桑塔纳，你弄走吧。那桑塔纳是13万，对吧？你拿回顶13万，我还欠你27万。而那个桑塔纳呢，是别人顶给我的，我从别人那拿过来的，也是顶了13万。那个人呢，不知道从内蒙古顶过来的，也就是这个桑塔纳呀，他跨了好几个省，从内蒙古顶到山西，从山西顶到湖南，湖南又顶到安徽，就这么一辆车顶债，没办法。我今天看了新闻啊，这个茅台散瓶好像已经1700多了，离1400很近了啊，1700多。这茅台价格一路走低，实际上就反映出这个经济形势不太好，反映出这个应收账款解决不了。茅台走得好的时候，茅台卖得贵的时候，都是经济往上走，对吧？大家都天天憋着劲去包工程啊，去揽活啊，对吧？去求别人，给我一个工程，咱们喝茅台。茅台卖不动，说明这些包工头也不愿意去找政府，不愿意找那国企去揽活了，因为揽了活你结不了账，对吧？我上笔账还没结呢，我垫不起了。所以说这个找政府揽活的包工程的都少了，即便去包也不如拿着茅台去。所以这个茅台就对吧？这个它价格下跌跟这都有关系啊。茅台跟商务有关系，茅台跟这个工程有关系，茅台跟基建有关系。所以从茅台这个价格啊一路走低，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个经济形势。好，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